眼嘎吵架了啊？彤彤姐姐，小蜜把我的巧克力吃光光了啦！我怎么会知道桌上的巧克力是点点的啦？点点小蜜，不要为了这种一点小事就眼嘎啊，这样子会破坏你们的友情。友情 ，and 都是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说的是 and 是我们的意思啊。你们两个看在我的面子上和好嘛。哼，不要！除非小蜜先跟我道歉，不知者无罪。为什么要我道歉啊？哼，好吧，如果你们两个要继续眼嘎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我要带我的好朋友去儿童乐园玩哦。我们也要跟你一起去啊！彤彤姐姐，快点！ and 我们 and 我们，彤彤姐姐 ，and 是好朋友吗？是啊 ，and 是好朋友。那你可以借我10块钱吗？不可以。有请，友情，有请，友情。点点，你1块，我1块，我们有请不会散。还有这个，你1块，我1块，我们有请不会散。啊，彤彤姐姐，你人真好哎！眼嘎，吵架，眼嘎，吵架。点点，你怎么了？我跟亮亮眼嘎了啊？为什么要眼嘎呢？因为亮亮买饼干给默默吃，没有给我吃。这样啊，没关系，我买给你吃好不好？啊？眼嘎，有请 and 这些客家话小朋友都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伦亮。